咁我正式咧就宣布啦，我哋個項目咧係啦，北影匯係會委託美聯集團咧做獨家銷售。我哋今日好榮幸邀請到佳明集團營業及市務總監馮善平小姐，以及美聯集團住宅行政總裁馬太陽先生出席我哋嘅命名儀式。佳明粉嶺項目正式命名為北影匯 Nexus Square， 係集團首個進駐喺北都嘅重點項目。佳明集團營業及市務總監馮善平小姐為我哋介紹一下粉嶺項目嘅重點，有請馮小姐。係啦，咁其實大家都知啦，北部都會區咧將會係未來香港20年發展中嘅重中之重。區內咧幾個需求咧，剛才已經好大嘅，累積咗好多噶啦。咁我哋其實一路咧都收到好多嘅查詢，尤其是特別係區內業主啦、投資客啦，甚至一啲專才咧都係有查詢我哋幾時開盤啦，因為見到我哋其實都已經起到上頂，拆晒棚咁樣。係啦，咁我哋其實亦都已經攞咗入伙紙啊，攞咗 OP 啦。咁距離我哋預計嗰個 Material Day 啦，嗰個項目嗰個日子咧，其實係下年嘅1月31號嘅啫。咁即係代表住咧，其實個買家咧買完之後好快就會收樓，坐享咗咧就係快買就係快住嘅優勢。多謝各位今日嚟到北影匯命名同埋獨家代理嘅記者會，美聯同埋佳明一直合作愉快，合作無間，喺多個新盤裏邊都錄得非常之好嘅成績。明進之後，我哋十分榮幸再度榮獲發展商嘅信任，成為北部都會區核心位置嘅全新時尚豪宅北影匯嘅獨家代理。據我哋美聯嘅資料研究部統計，今年首10個月新界區錄得5667宗一手成交，比起過去全年高出35%，更創下咗3年嚟嘅新高。成交金額亦上升去到371億，呢個反映咗新界區嘅物業備受市場嘅追捧。另外，今年施政報告進一步加快推動北部都會區嘅發展，美聯物業銷售團隊將會全力以赴協助北影匯創出銷售嘅佳績。喺呢度亦都預祝北影匯紅盤大賣。多謝各位。